今次帶你睇地盤要為大家介紹嘅新盤係星柏山，樓盤位於荃灣油麻坎路63號，發展商係長江實業，為單棟式項目，一共提供402伙，標準單位實用面積由513方尺至748方尺，另入4個連平台特色單位及6伙連天台特色戶，主打2房及3房單位，其中2房戶設240伙，佔整體單位嘅60%。星柏山嘅旁邊係城市工業中心、新豐中心等工廈，而馬路對面係葵涌公立學校舊址。喺樓盤馬路對面亦可以見到巴士站同埋小巴站，而喺另一邊望過去，亦可以見到港鐵未來嘅建設，交通嘅配套都尚算方便。而另一邊馬路嘅對面係低密度住宅項目油麻坎花園。依家就等我哋再望一望地盤嘅正門，再聽下附近居民對呢區環境嘅睇法。你覺得呢度嘅交通方唔方便啊？OK 嘅。你平時用啲咩交通工具？我搭地鐵㗎咯。除咗地鐵，仲有冇巴士小巴？少用咯。咁你覺得呢度啲空氣質量點啊？麻麻地，始終都係工業區咯，附近。即係購物嗰方面，你平時去邊度？我會去葵芳或者返學嘅地點買，即係九龍塘嗰啲咯。咁附近即係啲食嘢啊，你覺得夠唔夠豐富啊？OK。用開啲咩交通工具？我搭地鐵咯。OK，咁你覺得呢度嘅空氣質量好唔好啊？一般啦，唔算好差。去開邊度買嘢咧？你平時？呢附近咯，街市啊，商場我都買嘢食嘅。即係咁呢？你覺得呢度即係居住環境 O 唔 OK 啊？一般咯。依家等我哋睇多次地盤附近嘅環境。今次帶你睇地盤嘅介紹就到呢度，遲啲再為大家介紹其他嘅新盤。拜拜。